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咱形容一个人真贵气，咱会讲伊手不动三宝。三宝就是金宝、银宝甲钱宝。手不动三宝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高贵，啥物工课拢唔免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宝，宝贝的宝，读宝宝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宝意思就是贵气的物件，咱讲是宝贝；若是有价值的物件，咱讲是珍宝。另外，还有钱财、珍宝或者财宝，若是珍珠、宝石或者珠宝，甲宝物摕出来典，咱讲是典宝；若叫人爱珍惜、爱惜物件，会当讲是宝惜。另外，珍贵有价值，会当讲是宝贵。也有一款跋筊的家私，或者len宝，也就是跋18斗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宝贝，有两个意思，会当讲是珍惜的物件，嘛会当讲是疼惜的人。第二个词典宝，咱头前讲到意思，就是把宝物摕出来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爸母是宝贝，千万唔通甲伊当做拗柴皮。做人事事都要珍惜时代对咱的好，不时摕出来典宝，就会感觉家己是幸福的囡仔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